能不能不放？还有用颤音。是我们是正经动画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侠不只是一个字，不是一身衣服，不是一把武器。你觉得我是个沙雕吗？是。哔哩哔哩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侠肝义胆沈剑心的总监制大宇。大家好，我是侠肝义胆沈剑心的总导演和编剧周妹。侠肝义胆沈剑心将于明日开播，请大家记得支持哦，准时收看哦。剑网3拥有非常庞大的世界观设定，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段故事作为动画的开端呢？当然是因为沈剑心啊！你不知道沈剑心背后的男人是谁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就是那个，就是你们一直想粉他，但又粉不到的那个男人。阿秋。首先，剑网3侠肝义胆沈剑心更多是想展示玩家之间的故事，我们是通过玩家视角传达一些真正与剑网3有这种情感关系的一部分。特别来说，沈剑心他就是一个没有过多设定的一个角色，他就像一张白纸一样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适合去挖掘的一个角色。我插一句啊，其实就是经费不足。在动画的制作过程中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？是怎么克服的？没有任何困难。你们在制作中有什么趣事发生吗？这个真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虽然你看到我们两个是个沙雕，但特别痛苦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，真的特别的痛苦。动画在创作初期有其他设定吗？早期的时候是有其他设定的，男主沈剑心最开始不叫沈剑心，啊，不叫沈剑心，那他叫什么？导演之前做过非常多的剑网3游戏视频，这是第一次制作系列动画吗？会不会压力特别大？不是，这不是我的第一部动画，但这是我最成功的一部动画。其实真的是第一次制作系列动画。我之前在剑网3制作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创意视频嘛，所以说这样一部沙雕动画对我来说还是轻车熟路的。因为我之前做了太多沙雕视频了。你最喜欢沈剑心的哪一集呢？我觉得是第6集吧。为什么？在吗？干嘛？吃了没？其实说真的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11集。因为这一集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搞笑，但它非常非常现实，非常沉重。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做了很多关于大侠的一些行为，比如说解救那些孤儿，比如说捣毁阿萨辛这个邪教，然后把那个推栏给推倒了。这个时候他不但没有受到就是那些群众的理解，反而被他们攻击，被他们辱骂，被他们误解，这样他的内心就非常的不平静，受到非常大的冲击。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就是一个主角要做一个关键的选择的时候了，到底是成为别人眼中的大侠，还是说成为自己内心初心之中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侠？剑心，侠并不是一个称号，侠不是一把武器，一身衣服，侠在这里。哦，不对，这不是心，他在肺里。平时会去看自己作品的弹幕评论吗？这个经常去看，基本上每一集就是上播的时候，每一集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关注弹幕，因为我们想第一时间去了解那个就是观众对于剧集内容的一些反馈，就是大家每个对互动起来，然后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，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在看沈剑心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，这样的话是非常奇妙的一种观看感受。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弹幕吗？就是我们全剧第1季的时候，其实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地方会比较多嘛。然后我在看完最后1集的时候，一开始弹幕上飘的就是那个完结就撒花了，大家都欢呼哦啊，这种感觉，就是我内心当中会比较兴奋。但是当所有人都在沈剑心最后的一个镜头上打出来江湖再会的时候，这个真的是老泪纵横，那一瞬间真的把我这个
就是这么一个钢铁直男的内心击穿了。这个就是哔哩哔哩弹幕给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感受。这是观众对于剧集最直接的一个认可的一个表现。沈建新在第2季有情缘了吗？作为主角真的没有官配吗？沈建新，怎么老是沈建新？10几个问题了，还是沈建新？有没有关于我的问题啊？冷静。大家好，我是《侠肝义胆》沈建新的导演，我叫周妹。我在大湾区有车有房，我还有一份创造快乐的工作。这是我的2维码，麻烦加我一下，谢谢。随便一个问题就把导演的剧透了出来了。第1集根本就是在黑我们王谷主。讲道理，我们王谷主的笛声吹得可比视频里难听得多了。不，我觉得我们动画里的笛声才是真正的要人命。侠肝义胆沈建新，又名剑网3世界频道骚话纪录片，怎么可能？作为投资方，我们要求出第2季，钱不是问题，我们可以追加投资金额，往这个账户上打，谢谢。太奇怪了，我一个不玩网游、不打剑网3的人，把这番从头看到尾了，还看得又哭又笑。2333，谢谢，非常感谢这位粉丝，请继续追番。我可以打个广告吗？请下载剑网3客户端，你可以拥有双倍快乐。星星到底什么时候才帮邱家小姐捶礼服？主题曲欺诈，在第2季你们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秋叶青。还有第2季我们换了主题曲，纯阳剧院、明教外语、长剑重工、万花制药、红衣传媒，很多门派呢都会有重新让你们意想不到的演绎。阿萨辛说稻香村是野鸡学校，实际上稻香村卧虎藏龙啊，这个粉丝是非常有见解的，因为大家都是从稻香村出来的嘛，我们都是不一般的人。大家快乐的时候，我只想说一句在吗？干嘛吃了没？这是我的江湖，这是我们经历的故事。是的，没错，江湖再会，江湖再会。PV 真的是本片所有正经镜头了吗？我大宇在这里向所有观众老爷们郑重承诺，所有 PV 当中的镜头均不会出现在正片当中，谢谢。肯定不是真的。第2季说真的话，就是打戏的这个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，因为我们就是你不要膨胀，好吧，还是等大家自己去看第2季，绝对会有惊喜的。你们真的是个正经动画吗？请把真的去掉，重新再问一次。你们是个正经动画吗？不是，谢谢。你们是一家游戏公司，为什么要做动画呢？我们不是游戏公司，我们是华南第1服装厂，我们连衣服都可以做，为什么不能做动画呢？众所周知，沈建新是郭大侠的个人账号，你们这么玩，老板知道吗？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问过了，而且之前我已经给过解释了。沈建新最早不叫沈，阿去，他帮我们把剧本都改了。他觉得那个不好笑、不沙雕的地方，他会说我们2个不走心，对，配不上他的气质。他到底要多沙雕？请看第2季。而是又要帅又要沙雕，这个平衡起来真的是好痛。不，这段要改一下。我们做到了，就在第2季。对。第2季有什么新角色、新门派登场吗？所有门派均会登场，除了我。少林吗？纯阳真的是剧里那么沙雕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个纯阳玩家，你觉得我是沙雕吗？淡定。纯阳其实，我是个纯阳玩家嘛。纯阳其实是一个非常，道骨先锋、正人君子，就像我一样的一个人。你是剑纯吗？我呸！我是气纯，谢谢。B 站有很多喜欢剑网3、喜欢沈建新的粉丝，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？真的非常感谢这1年来，B 站的观众老爷们对侠肝义胆沈建新的长期以来的支持。正因为有你们在，我们才更有动力去继续好好的制作这部动画，把这份精彩和快乐继续延续下去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一定要支持《侠肝义胆沈剑心》第2季，非常精彩的第2季，谢谢，爱你哦。